好多人做前世回溯都會問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就係問點解佢哋乜嘢都睇唔到，見到嘅就會問第二個，究竟見到嘅係咪真係前世嘅回憶？其實個方法就係存在喺兩個問題之間。首先，你將自己好好放鬆，當你越放鬆，你嘅右腦即係你嘅潛意識就會俾影像你，嗰啲影像可能你覺得完全唔相關，又或者係不可能，唔 make sense， 但係嗰啲影像可能就係你回憶嘅切入點。你要學識接受你潛意識俾你嘅 image， 而唔係推走佢，但係亦唔需要自己強行修改入邊嘅畫面。所以第一個關鍵就係學識接受潛意識俾你嘅影像。首先你要懂得 visualization。陣間我會先帶領你，俾一啲指令你要學識用想象喺腦入邊跟住我嘅描述去建構畫面，然後試下將自己置身喺畫面之中，做到親歷其境。記住，當中你唔需要思考究竟啲影像係啱定錯，好與壞，你只係需要建構同埋接受。當你學識 visualization， 你就會自然能夠接受更多潛意識俾你嘅畫面。而當你睇到你記憶入邊前世嘅片段，你就會好肯定咁知道嗰啲係真實嘅回憶，因為所有嘅嘢都嚟得好自然，好確定。你準備好嘅話，請你揾一個最舒服嘅姿勢，坐好或者瞓低，身體嘅背面從頭到腳都要有所承托，最好保持房間黑暗，又或者係極暗嘅光線。記住唔好喺揸緊車或者喺公眾地方收聽呢個視頻。而家先眯埋眼睛，跟住落嚟你要做嘅就係盡量清空你嘅大腦，放鬆你嘅身體，專注咁聽住我所講嘅嘢，配合我嘅指示去做。你嘅身體可以完全放鬆，將佢交託喺你身下方承托住你嘅身體嘅物件上邊。我只係需要你嘅意識跟住我走。而家先做幾個深呼吸，跟住我想你將注意力放喺兩隻眼睛中間靠上方額頭嘅位置。之後你潛意識嘅影像就會喺呢一度展現。而家呢個位置應該係一片漆黑。試下喺度展現一個大自然嘅環境，想像你腳下就踩住一片柔軟嘅草坯，從你嘅視覺望出去，你見到一片嘅翠綠，周圍有好多好多樹同埋植物，你置身其中，你覺得非常舒服。記住，你潛意識嘅影像唔需要理會佢合唔合理，應唔應該，只係需要讓你感覺到舒服，你鍾意就可以啦。你頭頂上方係一棵好高大嘅樹，長得特別茂盛，連啲樹葉都特別翠綠。太陽光透過樹葉投射落去你嘅身上，
你覺得特別柔和，特別舒服。周圍帶有你熟悉嘅屬於花草樹木嘅香氣，你感覺到好接近大自然。你要確定你聞得到，皮膚亦能感受得到，而你嘅耳仔可以聽到大自然嘅聲音，有風吹起植物枝葉互相碰撞嘅聲音，又有可能你會聽到溪流流水嘅聲響，又或者係雀鳥互相溝通嘅吱吱聲。你嘅身體亦能感受到微風吹向面龐清涼嘅感覺，亦能感受到太陽照喺你皮膚上面溫熱嘅感覺。你向天空一望，眼前見到一群雀鳥飛過，你唔需要設定呢一種係乜嘢嘅雀鳥，佢甚至可以係你從來冇見過或者唔存在嘅種類。但係佢哋而家活靈活現咁出現咗喺你眼前。跟住落嚟，我俾啲時間你要試下親歷其境，用你嘅眼睛、耳仔、皮膚同埋嗅覺去感受下眼前呢一片大自然嘅美好。你繼續處身喺大自然，溫暖嘅陽光同清新嘅空氣可以一路咁淨化你嘅身體。你直接張開你嘅雙手雙腳，瞓咗喺草坯上面。上方嘅陽光穿過樹葉，再照射到你嘅身上，形成咗一束三角形嘅光芒，剛剛好包圍住你整個身體。你感受到自己嘅身體一路俾陽光同埋空氣潔淨，變得越嚟越輕盈。陽光穿過你嘅皮膚，將能量傳送到去你身體入邊。你感覺到一股暖流隨住血液輸送至你嘅全身，將所有唔好嘅、負面嘅，統統再透過毛孔推出去你身體之外。當你能夠感受到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嘅身體變得越嚟越輕盈。包圍住你身體嘅呢一束光，慢慢聚焦能量，變得越嚟越白，就好似一個白色發光嘅保護罩一樣。喺白光嘅包圍之下，你非常安全，能量亦都可以帶領你回顧你嘅人生，同埋讓你去想翻起你想知道嘅屬於你嘅前世記憶。想起嘅無論係今生或者前世，都能夠解開你現在嘅心結，讓你之後變得更快樂、更積極咁面對當下。繼續專注我所描述當前嘅環境，白光讓你每一寸肌肉都好放鬆，成個身體每一個部分都進入咗休息嘅狀態，只係剩翻你嘅意識，而家好專注咁感受身體呢一片嘅美好。我即將開始倒數10聲，每數一聲，你就會進入一個更深、更放鬆嘅狀態。每一聲倒數，你嘅潛意識之門就會開得更加大，讓嗰啲遺忘咗嘅記憶可以清晰咁出現喺你嘅眼前。
10，你感覺到包圍住你嘅白光變得更加溫暖。隨住呢個數字向下倒數，由你嘅腳尖開始，就有一股釋放嘅感覺向上蔓延。你嘅雙腳變得好沉好沉，完全融入咗下面嘅草地入邊。9，放鬆嘅感覺傳到去你嘅小腿同埋大腿，所有嘅肌肉入邊嘅繃緊、疲勞喺呢一刻好似全部融化咗一樣。你嘅下半身好似同大地融為一體，你感覺自己現在無比安全。8，你呼出2下深沉嘅呼吸，隨住每一次呼氣，你將現實世界入邊所有嘅壓力、擔憂同埋理性嘅思考，通通都呼出去。你嘅腹部、腰部同埋背部嘅肌肉都能夠徹底放鬆。7，放鬆嘅感覺湧上你嘅胸口同埋膊頭。平時你承擔所有嘅重擔，喺呢一刻完全放低。你嘅膊頭向後沉，胸口變得更加開闊。每一次嘅呼吸都變得更自然、更深長、更舒服。6，呢股放鬆嘅能量流向你嘅雙手，經過你嘅手臂、手踭，一直到指尖。你嘅手指微微放開，完全唔需要任何力氣。而家你嘅雙手好輕好輕，但係又好似好重咁，搭咗喺你身體嘅兩邊。5，你已經進入咗一個非常深層嘅寧靜狀態，放鬆嘅感覺嚟到你嘅頸部同埋喉嚨，你嘅下巴都慢慢放鬆，甚至嘴巴微微張開。你面部嘅每一條神經、每一寸肌肉都舒展開嚟，連嘴角都可以放鬆落嚟。4，再深一層，你嘅注意力再次翻返去你2隻眼睛中間額頭嘅位置。你感覺到眼皮非常沉重，沉重到你完全唔想張開，亦都張唔開。你嘅大腦變得非常清晰，同時亦都非常安靜。3，你嘅意識變得越嚟越純粹，記住你唔再需要去諗啱唔啱、真定假，你只係一個純粹嘅觀察者。白光引導住你，你嘅潛意識已經完全準備好，隨時會為你展示你需要睇到嘅畫面。2，你進入咗一個無限制嘅空間，呢度冇時間、冇空間限制，無論過去、現在抑或未來，喺呢度都係互相聯繫住嘅。你充滿期待，同時內心無比平靜。你將會接受任何狀態、任何面目嘅自己。1，最後一聲，你已經完全進入咗狀態。你嘅身體正在休息，但係你嘅意識非常清醒。而家周圍嘅白光慢慢開始向四周散開，你開始喺呢一度接收你潛意識帶俾你嘅影像。記住，等畫面自己浮現，好似水面嘅倒影一樣，變得慢慢清晰。而家等我哋由今生最溫暖嘅記憶開始，請你想翻起過去嗰一個讓你笑得最開懷、最毫無顧忌嘅場景。
嗰一刻你同邊個一齊呢？你而家聽唔聽到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嘅笑聲啊？感受下嗰份由心底湧出嚟嘅快樂。令你快樂嘅係嗰段說話，陪伴你嘅人，定係因為邊一件事情呢？畫面慢慢淡去，你嘅意識去到更遠嘅過去，你想翻起嗰個最純真、最赤誠嘅自己。嗰陣時，你正係進入一個全新嘅環境，可能係學校，又可能係別人嘅屋企。你知道嗰度係邊度？嗰種帶點緊張，又有期待，對環境一無所知、懵懵懂懂嘅純真。你試下感受下嗰陣時嘅自己。亦都可以拍一拍自己嘅心口，俾啲力量佢。然後畫面再帶你嚟到一個陽光普照嘅下午，你淨係置身喺一個好耐冇去嘅公園入邊。你年紀好細好細，面前見到嘅可能係秋千，又或者係瀡滑梯、攀爬架。你聽到周圍小朋友玩耍追逐嘅喧鬧聲，從你嘅視覺望出去，你發現自己好矮小，但係心情好愉快。你可以由心底感受到嗰個曾經無憂無慮嘅自己。呢一切，所有你經歷過嘅片段，你忘記咗嘅畫面，其實從來都冇消失過。過去所有嘅點點滴滴，堆積成為今日嘅你。而家你嘅意識要往更深更遠嘅地方出發，去尋找嗰啲俾時間隱藏咗，但係你靈魂最渴望知道嘅答案。你即將見到嘅係同現在不一樣嘅自己。你允許自己回歸任何形式、任何面目嘅形象。無論你等一陣間見到嘅自己係男係女，係老人定係一個完全陌生嘅身份，無論嗰個地方你認唔認識、熟唔熟悉，你都唔需要去懷疑。你嘅潛意識會帶你見到你當下最需要見到嘅影像，你只係需要放鬆去感受，去知道入邊最真實嘅情感。而家我倒數3聲，前世某一個回憶嘅片段將會清晰咁出現喺你面前。3、2、1，讓影像慢慢咁浮現。你觀察下你見到啲乜嘢，慢慢去感受當前嘅環境，唔使心急，用你剛剛學識建立嘅感官去觀察下呢度。你向下望，睇下自己腳底下踩住嘅係泥土、係石磚、地板定係其他嘢啊？
你着住嘅係一對點樣嘅鞋呢？抑或你而家係赤腳啊？再慢慢將目光上移，睇下自己着住啲咩衫。呢一身打扮，你覺得自己係一個咩身份呢？留意下周圍嘅光線，而家係日頭定係夜晚呢？你喺室外抑或室內啊？你可以試下摸下伸手可及嘅嘢，感受下嗰個質感。如果你身邊有其他人，你試下望下佢哋，感受下佢哋嘅眼神。你潛意識會話俾你聽，佢哋又係你呢一世嘅邊一個人呢？喺呢個場景入邊，你心入邊有啲咩情緒啊？係平靜、愉快、好遺憾，定係你知道有一啲特別嘅事情將要發生？接受呢一啲情緒，呢啲都係屬於你潛意識嘅記憶。
跟住我會再數3聲，3聲之後，你會去到你一生入邊一個最關鍵、最重要嘅時刻。呢個時刻隱藏住你今世一直解唔開嘅心結，或者係你最需要知道嘅啟示。準備，1、2、3，接受時間、空間、環境再次轉換，讓畫面再慢慢浮現，感受佢，接納佢，慢慢去聽，慢慢去睇。喺呢個時刻發生咗啲咩事呢？當時嘅你係咪做咗一啲好重大嘅決定，或者經歷咗一個點樣嘅轉折呢？記住，你只係一個觀察者，你帶住愛，帶住慈悲去凝視呢一個曾經嘅自己。喺嗰一生嘅你，最想同而家嘅你講一啲咩說話呢？又或者有啲咩智慧，邊一種愛係想留俾今日嘅你㗎？
記住，過往種種都係一個經歷，經歷讓你學習，學習係要讓你變得更加美好。美好嘅意思有一個標準，就係讓你現在活得更加豁達，更加快樂。無論剛剛經歷咗啲乜嘢，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。嗰個時空嘅你已經將最寶貴嘅信息交託咗俾你。而家包圍住你嘅白光再次回到你嘅視覺，呢一束白光好溫柔咁繼續包圍住你，同時佢哋都包裹住剛剛畫面所有嘅一切。所有嘅遺憾，所有嘅悲傷、委屈或者執着，喺呢一刻都會被白光融化，慢慢消散。你感覺到內心無比嘅輕鬆，有一股前所未有嘅和解同埋釋懷。請你同過去嘅自己講一聲多謝你，我明白啦，一切已經好圓滿。帶住呢一份釋懷，我哋開始準備返去身體所在嘅地方。白光帶領你離開剛剛嘅時空，你感覺到你意識好安全、好溫暖咁返去身體入邊。我即將由1數到5，當我數到5嘅時候，你會完全清醒過嚟，你會覺得精神充沛，身體非常輕鬆舒服，而且你可以清晰咁記住剛剛潛意識送俾你所有讓你釋懷嘅啟示。1，你嘅意識返嚟你身體所在嘅房間，你可以聽到周圍細微嘅聲音。2，你感覺到自己嘅身體，感受到你身上面嘅衫貼住你皮膚嘅觸感。3，你感受到你自己每一下嘅心跳。4，你嘅內心充滿咗平靜同喜悅，你準備好帶住全新嘅能量去面對當下嘅自己。5，慢慢喺最舒服嘅時候張開你嘅眼睛。多謝你收聽呢個視頻，拜拜。